利利人及达达人，管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对不对？哦，好棒，好棒哦！哇，第一个请掌声，表演太有没有念错？没有对了哈，那我们是也让他过关。是的，请戴上状元帽。哦，不行哦，因为他等一下要表演武术哦，所以不能戴上状元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由我们的王永善前贤带来精彩的武术表演。我们掌声欢迎。哦，赞！哇，精不精彩？精彩，精彩，非常的精彩哈！不愧是我们世界杯第2名的哈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，谢谢王永善前贤展现我们中国武术的力与美。是我们非常感谢王永善前贤带来这一段太极拳的表演哦，看起来柔柔的，可是其实太极拳就是看那种力道柔弱的力道之美啊！我相信有学过的前贤应该都非常的了解。